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就是“冻”。这个“冻”的意思就是水冷去了后变冻，或者是物件变冻，像咱讲坚冻。另外嘛，当讲是喙齿，或者是喙齿因为伤过冰、伤过刺激，像食冰会冻起。另外，还有吸到露水的意思，像咱讲冻露水。另外，气质咱讲是冻酸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，有人认为是文音，也有人认为是风音差，读做“冻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就是坚冻，头前讲到就是水冷去了后变冻，或者是物件变冻。第二个词就是冷冻，代表讲物件提起结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伊是这间冷冻厂的主管，会当讲是化水的坚冻、占土的叮当，真侪重要的投资拢是伊咧决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“冻”，另外一个音读做“冻”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